所有敬虔的日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主，互咱伫8月份的第一主日，也是圣餐主日，互咱同齐做伙来敬拜上帝。而且我有一个邀请，互咱一个学习，就当咱每一个礼拜入来到伫礼拜堂的时阵，望咱安静，因为咱社会环境声足多。互咱有担保安静来到上帝面前，毋好甲隔壁互相讲话，也毋好伫讲道的中间咧看周报、咧看报纸，这毋是对牧师无礼貌，因为咱是要敬拜上帝。所以我望咱伫礼拜的时阵有一个真庄严伫上帝面前，互咱用心灵甲真实来到上帝面前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感谢你的疼痛，你逐日引带阮经过到伫8月份，阮有感受到时间过了真紧。伫这个要紧的日子，是阮庆祝每一位老爸要紧的纪念日。主阮搁一摆用欢喜感恩的心来感谢天父上帝，相时。也感恩养育阮成长大汉，阮的四大人。主愿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，帮助阮对所领受主的话来成做阮的激励，互阮伫生活的中间来实践主你教示阮的道理。安尼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基督教的信仰是重视生活实践的宗教。所有的宣教师来到伫世界各角落的所在，因共同做3项足要紧的代志。头一个就是设立教会，因为教会是上帝的家，是咱属灵的家。虽然一个人一生内底有3个家，头一个就是咱肉体的家庭，这是咱的家庭，咱伫遐休困，伫遐食食。第二个就是咱的教会，教会就是上帝的家庭，咱伫遐灵性得到造就，得到栽培，得到成长。第3项就是第3个家，就是天家。有一天，咱拢要到伫上帝为着咱备办的所在，伫遐得到安息。所以宣教师来到伫世间每一个角落，世界各角落，伊就是头一个设立教会。第2项就是教育，将西方的教育传播到伫较落伍的所在，互大部分的女性。拢平平会当受到好的教育，智慧得到开发，甚时互咱的知识会当了解侪的真理。第3就是设立病院，通过病院来关心这失丧、身躯艰苦的人，伫迄个中间也伫遐传耶稣的福音。所以，咱看见。基督教的信仰是重视生活、信仰实践的宗教。有一届一个报道家到伫印度的所在，到伫印度的领导者甘地伫遐做伙食饭。伫咧食饭的中间，这个甘地就问这个报道家讲：“你是毋是有真有效果，实际会当帮助？”阮伫印度这个所在，拢会当信耶稣。你毋知有啥物款具体的方法？这个报道家拄仔咧想的时阵，这个甘地就安尼讲：，即使伫印度所有的基督徒，若是会当实际伫伊的生活中间来活出耶稣基督的香味。我相信，原印度这个所在，
就真紧全国拢会当归伫耶稣基督的名。这句话也会当互咱深深刻掉伫今仔日，咱徛伫台湾这个处境内底，咱诚做基督徒，希望是少数，都亲像甘地咧讲这句话。活伫台湾的基督徒，实使会当真正实践耶稣基督的教示，伫咱的生活中间。若是安尼，伫咱台湾的人民要信耶稣，迄个速度一定会真紧。这是甘地后壁佫加一句话：实使基督徒常常只有用嘴来见证耶稣基督。那安尼，原印度信耶稣的速度检测会真慢。这句话也诚做今日咱诚做基督徒的一个真好的反省。伊叫咱活伫咱的社会中间，到处拢是讲话的声音。为什么对照我讲，咱的教会，互咱有一个安静、淡薄安静的时间。咱看咱的电视，逐工咧甲咱讲话。甲咱讲的是负面的消息，车祸、自杀、火灾。咱所看的民视、三立电台，伫蓝色、绿色的中间的对立，有真侪声音伫咱的中间，包括要选举的县议员、市议员，常常安尼讲，我若当选的时阵，我要铺桥造路，当时选了了。怎啊袂记？这就是咱活伫咱的环境内底有遮个真济的声。今仔你我诚做一个基督徒，咱要来实践耶稣基督的道理。当咱会当实践的时阵，就会当印证咱所传耶稣基督的信息。长老教会创设者加尔文。伊有讲一句话，伫伊所写的册内底，安尼讲：，实使基督徒的信仰要当改变人的心，互咱的生活方式彻底来信仰化，也将信仰来改造咱，成做新造的人。这个信仰若袂当安尼做，耶稣基督的信仰就甲咱无利益。这句话一针见血。讲耶稣基督的信仰，若无法度改变咱的人生、咱的生活方式，若无法度改变，做礼拜是一个款，倒去厝佫是一个款，那安尼这个信仰甲咱是无关系。加尔文所要强调就是讲，信仰的确互咱的讲话、互咱的生活是一致的，毋是讲一套做佫一套。信仰若无法度真实际来改造咱，成做一个新造的人，那安尼基督教的信仰甲咱无关系。今仔要做伙来读一段的圣经，就拄则赖长老带咱读的这段圣经，就是伫马太福音特别的记载，就是耶稣讲的一个譬喻。伫这个譬喻的中间，咱通看见。就是伫马太福音第21章，咱会记得，就是伫棕树主日的时阵，耶稣骑驴啊进入伫耶路撒冷的圣城，然后伫一礼拜中间完成所有的救赎，受鞭拍、受苦、受钉十字架、国活。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了后，伫圣殿的所在教示人。用旧约、用上帝话来教导人，都是伫当时，这管理会场的祭司头、经学师、犹太人的长老，伫遐咧质疑耶稣是安怎溜这个官兵来教示人，因为伫会堂会当教示人，就是这个祭司、利未人、这个经学师，这都是今仔日，咱若请一个平信徒起来。讲台讲道的时阵，咱也共款家质疑，讲你哪会当伫讲台讲道？共款耶稣到伫圣殿讲道的中间，当时才会祭司、
犹太人的长老来质疑耶稣，你太讨有这个权柄。耶稣无甲反驳，耶稣就讲一个譬如。咱伫马太福音内底，咱会通看见耶稣真贤讲譬如。伫拜五下晡的查经内底，我嘛咧带，就是马太福音，会通看见耶稣常常用譬如面对，会当直接来回答人所问的问题。主耶稣就讲起有一个老爸两个囝，这老爸甲大囝讲：“你去葡萄园做工课。”这大囝讲：“我袂去。”后来，这个大囝了就反悔讲：“我也是去来做，因为这是老爸所交代。”这老爸甲第二个囝讲：“你去葡萄园做工课。”这第二囝讲：“好啊，爸爸你讲我就来去。”但是后来伊无去。耶稣伫遐讲一个真趣味的一个对比，一个真紧张性伫迄个中间的一个譬如。伫这个内底，互咱看见这两个囝是代表两种的人。一种人就是我决定要做我家己的代志，无听别人讲，后来伊就悔改顺服的人。搁另外一个就是嘴讲啊真甜真好听，但是事实上伫伊的生活将代志拢无做。牧师也常常有这个经验，几啊摆去探访真久无来教会做礼拜的兄弟，牧师要去伊的厝的时阵，真欢喜，迄厝足久无变，变甲足清气的然后甲牧师讲：“牧师我一定会来，后礼拜我一定去，因为最近真无闲，工作无闲，生理无闲，家庭足侪代志，我后礼拜一定去。”牧师嘛真听伊的话，讲后礼拜一定会来。结果后礼拜我放鸽子，就讲后礼拜都无来。这就是啥？这就是亲像第二个囝讲：“好，我一定会去。”结果无来。迄个大囝讲：“我无要去。”后来改变主意，伊就去。这个耶稣伫这个譬如的中间，来讲起遐会抽象的，遐会做记录的。因是一个罪人，总是因后来就反悔来信靠这个福音，听谈是这约翰的教示。那总是迄个原来是伫圣堂内底、圣殿内底，遮服侍的祭司头经学士，因只有口头讲好好好，这个福音真好，后来因就无去做。这是耶稣一个真紧张性的一个譬如伫迄个中间。咱来看马太福音23章第3节甲第4节，是遮主要说安尼讲，恁爱尊叹伊的教示，爱尊叹伊的教示。这个伊是咧指啥物啦？伊是咧指遐的经学士、祭司头甲法利赛人。你着遵守伊的教示，因为因是一个敬天主义的人，总是毋通学习因的行为。因为因敢若会晓讲，袂晓做，敢若讲要叫人去做。因常常用困难派的重担放伫人的肩胛头，总是伊家己连一支镜头就无要叮当。这就是主要所讲的，讲在圣殿内底啦，常常是安尼，真晓讲，但是袂晓做。这段圣经有时阵嘛是咧对咱咧讲话。现在伫这个有时咱诚做基督徒，咱嘛真晓讲，但是有时阵咱做袂出来。真意爱咱通过今日信息来帮助咱，会晓讲，佮会晓做。这就是耶稣的譬如内底，伫今日父亲节、爸爸节内底，咱佮一摆来看这段圣经来帮助咱。其实做老爸所爱，就是囡仔会当体贴老爸老母的心。天父上帝也是同款，
爱咱做伊的囝儿的，会当体贴上帝的心意，这是上要紧的。伫这段圣经内底，第二项咱通看见，这老爸爱伊的囡仔去葡萄园来做工。葡萄园是啥物所在？葡萄园就是因树风的所在，就是每一个人爱伫伊的职场的所在去工作，去尽伊的本分，伫遐做工，这就是葡萄园。一个真出名的修道院内底的修道士叫做圣法兰西斯，咱拢听过伊的祈祷。有一天，伊伫这个修道院内底咧工作咧做事，有人到伫迄个所在就问伊讲：“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假使今仔日上帝若互你离开世间，你会安怎做？你的时间敢若剩一天尔，你会安怎做？”这个法兰西斯就安尼讲：“假使我的人生敢若剩一天尔尔，我犹原会继续甲我的园仔拖好势，我尽力家做好势。上帝若互咱剩一天的时间，咱毋是正做一个悲观的人，烦恼东烦恼西，烦恼咱兜的米翁仔倒头栽，烦恼足侪代志啊，烦恼明仔载毋知有够通好食无？想东想西，操烦东操烦西。台湾话一句话讲了真好，讲规暝泉头路，天光无半步。我暗时想足济，想足济，想到困袂去，但是天光呢，咱煞毋知要安怎做。就亲像这个圣法兰西斯，即使上帝互我的时间只有剩一天尔尔，我犹原要到伫葡萄园的所在。上帝互我的工程的中间，我尽力来做。这个葡萄园也会当代表上帝教会。今仔日教会，上帝不断呼召人进入伫伊的葡萄园内底。伫马太福音内底，耶稣佫讲另外一个葡萄园，有人9点入去，有人10点入去，到下晡3点5点过入去，同款拢摕一个囡仔的故事。葡萄园是上帝教会，上帝呼召你甲我进入伫这个葡萄园内底，要创啥？要伫遮学习，要伫这个所在尽本分，伫遮工作，叫咱的温树、咱的栽条参与服侍。上帝爱你我正做伊的囝儿，受差遣进入伫这个葡萄园内底。上帝的教会甲咱徛起的世代内底。咱毋是要做一个参观的人，敢若旅游团呢？旅游团来，咱即摆来到伫城联教会啊，这是关龙亭，这是啥物所在？咱毋是要正做一个参观的人，咱也毋是要正做一个游览的人。今日伫教会内底有真侪游览的信徒，今日来城联教会，明仔载去中山教会，过来去新联教会，逐工逐礼拜咧游览。为什么？伊无爱尽责任。我敢若来教会享受就好啊，就正做一个消费者。现在的姊妹，上帝互咱入去到伫葡萄园，毋是爱咱正做一个消费者，咱爱正做一个生产者。咱要伫这个葡萄园内底来种植，来付出咱的温素，要伫这个所在来栽培别人，互人会当伫遐得到成长。这是上帝要找咱入去的。今日要对这段圣经内底，要来看这两个囝的态度，来成做咱的反省。头一，咱看这个大囝，这老爸甲大囝讲：“你要去葡萄园做工？”伊讲：“我不爱去。”这个甲老爸拒绝，互许大人听了真艰苦心。毋知你做许大人有这个经验无？大概甲咱囝甲恁囝甲恁囝讲：“今日食饱，碗你洗洗咧。”囝讲安那？无爱，我无爱洗，洗是妈妈的代志，毋是我的代志。同款的情形，许大人
甲咱的囡仔讲叫伊做代志，结果伊拒绝，所以这个一定互许多人的心情艰苦。不过我要用一个较体谅的态度的角度来看这个大囝。这老爸邀请伊去葡萄园工作，伊讲伊不爱去。我咧准备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就咧想，用我的想象力来想，啊，这个大囝一定是输计少，就是讲伊的行程排到满满啦。伊有真侪计划，有真侪安排，伊的行程已经满满，所以无时间来听谈伊的老爸甲伊请假。我无时间啊，因为我足无用的，我行程已经满满。啊，这就亲像什么？这就亲像有时伫教会咱的生活同款。有时牧师邀请咱兄弟姊妹做伙来服侍、来探访来去诗班来做伙服侍，去团契小组。咱讲牧师歹势，我的 schedule 嘛拢满满。伊安那我真无用，工作无用，我还应酬我也有家庭的聚餐，我还拜访客户我满档啦，我的行程满档，所以真歹势，我袂当去。亲爱的姊妹，这也是咱正做基督徒亲像大囝同款，常常咧拒绝主的邀请。总是这个大囝后来想想咧，伊就反悔，伊通过伊冷静的分析，伊领悟了后讲，有对项代志比老爸给我叫，然后会当就去葡萄园做工，这个也要紧的。特别上帝甲咱邀请，爱咱入去到伫迄个葡萄园内底，甲伊做伙同工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代志啊！这就亲像咱做许多人叫咱的囡仔去洗碗。迄是好有机会学习成长的，若无伊嫁翁了，拢袂晓洗碗，袂晓煮饭，要安怎？同款，上帝互咱有机会的时候，邀请入去到伫伊的教会内底，是要参与伫这个服侍。所以后来这个大囝想了，反省了，伊彻底一个反省，甲悔改讲：好，安尼我要来去。伊定心做一个决定。这个决定就是无要互许多人、互伊的老爸伤心。这个大囝看重葡萄园最优先，伫葡萄园内底，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代志。因为耶稣基督是伫咱生命中优先的顺序 ，priority one， 上优先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你有这个经验？1、2、3、4的1。甲放伫头前，后壁若加零愈侪，有价值无？敢若拢无价值。伊放伫头前，后壁加愈侪零，迄个零加愈侪愈有价值，对毋对？伊放伫头前，后壁的零加愈侪，迄个1是愈有价值。本来是1块变10块，变100块，变1000块，变1万块，变100万，零若愈侪，迄个1愈有价值。都是零甲放头前，伊甲放后壁，请问有价值无？无，永远就是1块尔。这个大囝当伊反省了后，伊知影会当入去教会，入去上帝葡萄园工作，这是我生命中上有价值的代志。人生的下半场，就是开始爱思考，要怎样参与伫上帝葡萄园。来做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代志。有一个生意人，这个生意做真大、真无用，但是伊也是基督徒，参与伫教会主日学咧服侍。这生意人每一个礼拜这个时阵，都是有这个生意盘要招伊来拍高尔夫。礼拜大家拢休困，但是伊就咧想讲，我是基督徒。礼拜日我伫教会，阁有主日学的服侍，我到底爱去参加拍球无？当伊咧想的时阵，忽然间，迄个主日学的囡仔面一个走过来，伫伊的头壳内底。每一个小朋友拢期待伊伫迄个所在参与来服侍因。
遐囡仔拢有一种的觉悟，讲我的老师今仔日来甲我教导，来甲我分享。所以后来，这个无用的生意人就做一个决定，我的确爱看重伫葡萄园、伫上帝教会内底服侍做要紧，因为真侪人伫遐期待，我会当去帮助伊。第二个故事，要讲起有一个妈妈，这个妈妈有4个后生。有一天，伫真寒冷寒天、寒搁落雨的暗暝，这个妈妈就招这囡仔，大家做伙伫家庭的中间伫遐分享。这妈妈提出一个问题，讲：你有疼我无？你有爱妈妈无？你想，大家人安怎讲？讲妈妈，我拢嘛疼你，你足伟大的。妈妈伫这个家庭内底，若无你，阮就拢活袂落去啊！妈妈，你真伟大，妈妈你足重要。伫迄个时阵，妈妈想到这样代志，讲啊，我袂记你明仔载早餐，迄个牛奶甲面包袂记你买。安尼，请问大囝、大汉囝，你有要去无？你代替妈妈去买一个。大汉囝讲：妈妈，今日足寒的，啊天阁暗，明仔载较买啦。妈妈阁甲第二个囝讲。啊，第二后生你有要去无？第二后生讲：妈妈，外口咧落雨呢，啊，佫足寒的，踮厝较好啦，无食面包无要紧啦。妈妈佫叫第三个囝讲：你有要去无？伊讲：阮哥哥、阮大兄、二兄拢无要去啊，我嘛无爱去。啊，妈妈讲：啊，你拢无要去啊？咱明仔载无物件通好食呢。后来第四个讲。好啦，妈妈，我来去啦。阮个大兄、二兄、三兄拢无爱去，我来去。无论外口偌尔啊寒，外口偌尔啊暗，落雨，我犹原为了家庭的需要，妈妈你讲，我就来去。亲爱的姊妹，请问对一个较疼妈妈？大家拢疼啦，大家拢讲表达讲妈妈，我真爱你。但是迄个疼，毋是敢若囥伫喙内底。要请问，对一个人用真正的行动来表达对妈妈的感谢。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吼，恁拢知影，数学讲真好，一定是第四个上疼妈妈。即个是即个也共款，今仔日上帝葡萄园、上帝教会内底，要真侪人参与伫服侍中间，伫诗班遐佫有空位。还佫有空位，还佫坐袂满呢，真需要人参与。但是咱爱有行动，伫咱的圣人主日学，真需要有人参与。咱毋是敢若来做礼拜尔，咧邀请恁做伙。伫咱的团体，伫咱的小组内底，有真需要咱去参与、去关怀遐个无道友、遐个新朋友。咱需要有行动来印证咱疼上帝。都亲像这个4个囡仔同款，伊疼妈妈，毋是嘴讲讲的尔。当妈妈爱邀请伊有行动的时阵，伊欢喜去做。也同款，上帝咧邀请咱每一位上帝囝儿进入伫伊的葡萄园内底，上帝教会内底做伙来服侍。咱毋知有行动无？这互咱做一个思考。第4项，咱来看这个细汉囝。老爸邀请伊入去葡萄园的时阵，伊讲：我要去。哦，这个应答了真好，应答了真肯定，啊，真有自信，真意志坚定，伊也决心要甲代志做好。伊真阿萨利，这是本人讲，我真阿萨利讲，好，我要来去，要甲代志做好。伊听叹老爸命令要去，啊，结果咧，敢有去？无去啊，后来无去。即咱看见，即个第2囝，就是敢若用讲好话
但是讲喙真甜，袂当代替伊好所行。迄阵伫言语上的尊探命令，总是伊无真正去顺服去做，安尼是一个虚假。一个人的忠心，毋是干那伫喙内底，好，是，是爱有具体的实践的行动，爱有具体实际的行动。第二件行为，伫圣经的原文内底讲，伊甲老爸讲：好，我来去，啊，我头都袂去啊，我当时都袂去啊。咱知影伫中文内底，一个信用的信，即句话，信用的信吼，一个人，搁一个讲话话，我感觉中文写了真好。其实咱每一句中文话汉字拢有特别的意思。一个人，一个讲话话。信用是啥物话？就是我这个人讲话有信用，我甲人承诺的代志，我一定做较到。安尼就是讲话甲做代志是一致的人。做是一个人若讲话无信用，就是讲咧，拢无法度去做。安尼是啥物人？咱台湾人讲了真好，迄是碰风搁分家规啦。讲甲足好听，但伊袂当去做。咱看见即个细汉囝也是安尼，甲老爸讲好，我要去，结果伊无去。即个就是主耶稣讲即个譬喻的中间，耶稣真有智慧。讲即个譬喻是讲啥物人？咧讲伫当时伫圣殿内底，即个服侍人，这也是互咱今仔日伫圣殿内底咧做礼拜服侍人得到反省。互咱毋若答应，佮做会到，安尼就会变做放风，佮分家规。现在伫姊妹通过主耶稣的譬喻咧提醒咱正做上帝囝儿，会当伫信仰甲生活中间，上重要的就是咱有好的行为甲行动。佮亲像报道家甲甘地咧甲即个基督徒挑战共款，伫印度内当全国来归伫耶稣基督，都是伫阮中间的基督徒会当实践耶稣基督的教示。亲爱的姊妹，今仔日也是共款，主耶稣咧向咱挑战。今日我正做上帝的囝儿，毋望咱伫所行所做会当见证咱所传的道理。咱所做的，咱所讲的，咱的行为会当正做好的见证，应答别人的代志，咱会当尽力来甲做好。今日是爸爸节，祝福所有在座咱做爸爸的、做老爸的拢会当得到上帝祝福，互咱有好的信仰来教导咱的下一代。我常常安尼分享，讲社会安定在伫家庭，但是家庭的信仰好毋好，在伫爸爸。上帝赐予咱每一个家庭，拢会当正做上帝祝福的家庭。咱做囝儿的，也会当尽力来表达对咱的爸爸的感谢，也对咱天父上帝来献上感谢，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今早起通过主耶稣的譬喻来得到帮助。主啊，阮恳求你，互阮正做一个讲甲做，拢是平平，会当来完成阮所讲话，讲会到，做会到。互阮的信仰伫阮的生活内底，也会当真正实践伫阮生活中间。主啊，你要差遣阮每一个基督徒，伫阮无共款工作的领域内底，你要赏赐互阮有气力、有好的行为、有好的行达，来影响人，来到伫主你的面前。主感谢你，搁一摆通过你的圣餐来感动阮的心。主，你为着听阮来牺牲你的性命，互阮通得到这个救赎，愿献上阮的感恩。
愿做伙并领受圣餐进程，三甲来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